看嘛对生归家的这两个方面，格林批评机比吧呗，就那个苏格兰的嘛那个嘛，格林批给谁一对，就按对着他妈对比连他不系列结果，突然间上了，考他们不今年不要开嘛的，开时候基本上是个的，他们都一般你批这个叫这种路里面，他说那不是开玩笑的，就是第四方的这个。我那个你批光回去，这些那一个讲嘛，包括都要去了的那个，或者是一个丢人那个批发的。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，安宁、富饶、亲诚惠容、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方针，落实好全球发展倡议、全球安全倡议、全球和平倡议，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中方机构跨境犯罪，维护社会安定。这种呢，就是这个客户，特别在看对手那个叫技术点，比较客户的。是说呢，我看嘛，对手归家的这两个方面，就那个人家是在生活嘛，有技术这个带么嘛，几个家阿鲁宣传把这张弄成实打阿巴的，所以说说实话，表嘞，他妈的没一起对。完了叫家毕业就叫那个特别就是进来，完了那这些那种这个人人比较，看5年的人生就觉得挺，不是说人家的，一对姑娘在关系在姑娘，好人地方，格林批评机比吧呗，就那个苏格兰的嘛那个嘛，格林批给谁一对，就按对着他妈对比连他不系列结果，突然间上了，考他们不今年不要开嘛的。开时候基本上是个的，他们都一般你批这个叫这种路里面，他说那不是开玩笑的，就是第四方的这种交流。但是我看过比较的，这是一个一直都去，过年啊我们那个你批光回去，这些那一个讲嘛，包括都要去了的那个，或者是一个丢人那个批发的，开时候请假了嘛，最近大一边的会估计。这是我们上都是嘛的，这里面嘛，比如讲里面，身边的技术点马样的比较的要加的嘛。有人那里面嘛那个淘宝里面，老到底在你马上那个，在你的当时头，一个人你，在你的当可能头，可能你啊，要是给你批发的，有这个我股票的，如果要去马上，没随时不对那面出的。但是有那个关于淘宝物件物的，那就是那个身边地方就就是点，马样的嘛批发的。但是除了农行面也是农行批这个，有那个的呢，现在估计把不归到不来，一点也看不出来。就说这现在呗，有别的，有那个的呢，မြန်မာနိုင်ငံအရေးကိစ္စနဲ့ပတ်သက်ပြီးဒေသတွင်းနိုင်ငံတွေကမျက်နှာစာမှာမြန်မာဘက်ကယက်တီပြီးခဲ့တဲ့အတွက်ကြောင့်လည်းဒီရှိကြောင်းပြောကြလိုပါတယ်မြန်မာနိုင်ငံအနေနဲ့အာဆီယံဖွဲ့ဝင်များနဲ့ကောင်းမွန်တဲ့ဆက်ဆံရေးတည်ဆောက်ရမှာတရုတ်နိုင်ငံအနေနဲ့အာဆီယံနဲ့ကုလသမဂ္ဂပါဝင်တဲ့နိုင်ငံကမျက်နှာစာမှာမြန်မာဘက်ကလည်းဆက်လက်ထောက်ခံပြီးပြည်ထရက်